群主的大哥大，喊人类也唔会该，不是欠该。起来咯，打向咯，准备接咯。来哟！哇！好深远的共鸣哦！有看过我这台吗？我唔会做我哋做你。你昨天那场你攞去喷都哦，错，哎呦妈错！初次跳小爱。哇！好，现在唱玛莎。哦，当然是先走。如果说这一道料理成立的话，开机港不卡 U 哎，总算有出路了。每个人家里面都有柚子吧？我想说，在对方一定并不黏，嘿嘿。哎，结果有点失望。天明师傅真的没有任何食材可以难倒他的。哎呀，那取得吼，蓝水吼，两百斤斤又厉害，赞！这个其实是我们老公教的，先生教的。你是叫她老公吗？不是，是我老公，她老公，她老公啊，是我老公啊。到底是谁的老公？大家不用误会，跟我没关系。Hello， 各位電視機前面嘅觀眾朋友，大家好。還有所有現場嘅鄉親朋友，大家好。歡迎收看一家之主，我係民族。係中白跳。今日呢，你嗰度都討厭，一道嘅觀音嘅福慶供呀。係啊，大家啲咧觀音哦，你咗題名啊，背後有故事哦。哦，真嘅哦。係因為到清朝嘅時期吼，有啥人哦，去看到吼路旁有隻石頭，嘅外表吼洞牆。觀音佛祖，是大傳戲，本大家都去敬拜。結果咧，你下隻素材吼是按照石觀音種，那後來因為台灣就改制啊，它就拓展時吼性格變做開始之後，那片是按照觀音起來用的。哦，原來係呢，一個很好的一個歷史傳說被你講起來，好像就。對啊，講翻譯可能還是講真的嗎？真的啦，真的啦，後擺按照石觀音起來用。清朝的時候。對。哦，好，長知識了。好，故事你今日來到觀音特別來請聽聖先生，提前來分享到嘅係尊平師傅。好，係盧師傅。邊個好？就個分享到係林順志林師傅。尊平大家好，朱師傅好。馬上來分享今日風吹嘅潛水站，佢哋山呢係表姐夫、老表老妹，叫下來參加分享到嘅係俊奎哥、桂梅姐。又見面咧！大家好。哇，有驚喜哦！好，來看下冷水呢一片係來自冠軍嘅兩隻手，入手肉老翁肉鏈，我們的雙玉哈，歡迎。好，現在歡迎係到呀風吹呀特別，兩啥係來自於幸福錯嗎？錯。啊，桃園的幸福係當有名，因為係客家中地都當少瓦海嘅上司。請問一下到呀特別有推薦乜嘅好教好食好料嘅咧？有，我那條咧，今日要帶一支手機嘅哦。哦，安太渣個。安太渣了最細機嘅嚟啦。這個是乜嘅咧？你係合作人來群主的大哥大，喊人類也唔會該，不是欠該。是說千古的時候嗎？千古嘛有，殺本的嘛做的。殺本呢？就是十戶。哦，殺部嘅特別，佢說而家做盤出上演嘛呢？做得咯。做啲示範一下嘛。我們可以聽聽看嗎？做得，準備來咯。好，打響咯，準備接咯。來喲。哇！好深遠的共鳴哦！都係上演全都懂演呢。他做的全都付公去啊！真嘅哦！大家其實來查來本誒。哇！有特別有幾多年嘅啲事？清朝就開始有嘞，300多年嘞。哦，我知道現在在做整個的富裕嘛，必然後報選好了，還會去帶小朋友這些體驗嗎？冇呀，我自從從本業做喊去兔團，昨天還有去帶團。昨天還帶了一個非常具有教育意義的親子團。
哦，所以小朋友也可以适合，都可以到石户来做体验。对，所以大家如果現在要去看呢花，都幸福嘅特別嘅，因為唔講嘅特別嘅有，啊家都沒有啲黑龍嘅特別嘅沒有，哦，少少嘅素材都得去看啊，謝謝。其實3年前咪就是主區個嘅慶鼓幸福嘅慶鼓啊，很好玩嘅，逐年都有哈，分享大家強下來幸福來搞。對。那我們這邊呢係攞一次冠軍嘅朋友。聽說有一個約會景點哦，日本嘅介紹呢是你講啲咪拍沙甲電台，哦，佢已經有日本20年嘅歷史咯。哇！佢係你日本四台呢，播出到了下最完整嘅一隻台灣嘅一隻電台，最特別嘅佢哋咪有一隻嗰種嘅日晷儀，你們一定要去看哦。不過係一個石虎，也係講到觀音也特別嘅擺曬啊，加燈塔，都做去看呐。花梅島講馬上就係金行體育館嘅料理風流燈。料理風流燈，兩廚會用現改嘅方式結合主要食材，撒點衛生紙巾來做嘅料理。第二之前，唔啲會取到乜嘅食材嘅情形之下，兩廚會因為條件中撒變到手腳來唔參謀。含入兩廚冇取到嘅食材，未為咗主廚來做示範，到底會變出乜嘅上道嘅料理呢？最挑機、最神奇嘅比賽，啱是開始了。好，又到係料理風流燈，現在請師傅讓你公布咁樣嘅菜色。這邊做係芙蓉蝦仁，芙蓉蝦仁，蝦仁，啊，芙蓉係乜嘅咧？芙蓉哦，這係一個料理嘅手法，就是講，你會用咧卵拍，好去炒像煮出來像一豆腐嘅那種口感，滑蛋的那種口感那樣。亂風莫加，一般會用唔拍啦，但是今年你會莫打上食材，其實是做像類似滑蛋的方式嚟做的。啊，沒有已經係到亂風加到嗰啲可能像蝦仁啊，你要主食材抓放個滑嫩那樣方式嚟做。所以不會說等一下有加嘅亂風落去被扣分。唔係，其實等一下你會好做嘅啊口感啦。哦，加那個軟殼才會扣分。好，用主拍推表來。好，馬上我來猜拳。好，好，來剪刀石頭布。好。คุณ啊，在線都寫。你要芙蓉便當還是芙蓉海膽？哪個較好做該用？好，那個海水浴場。沒。等好好啦，準備好啦。好來，你三。哇！這是什麼？乜嘅？喊了啊！哦呀嘿，做喊呢，嘿嘛。來，有看過你們食材嗎？但唔可以做嗌你講你。你昨天那張起來去噴肚啊！哦，錯，哎呦媽錯。好，我覺得不錯，至少都是海鮮嘛，都海鮮嘛，哈。好，來，好，用點記。好，要選哪一張？選芙蓉便當好了。來，1、2、3，好，算太差個，很厲害。來，一係1、2、3，幫夜版摸雪黑的係嗎？這個我們在節省預算，因為買半天都錢都給買對哈貢嘛。哎。哦，你剛才是有生氣丟下去嗎？你確定這個可以芙蓉嗎？可以。可以當漂浮柚子嘛？你看我們秋玉姐笑得多開心。好了，拿起你的食材。好哦，馬上來進行體育館嘅挑戰。建咗兩組呢，一個出道主要嘅食材，另外一個呢出道也嘅咩係海產對咩稱號？馮翠出道也嘅族漢呢，有信心冇？有。哦，藍水哈去到下港有信心冇？有。哦，剛才沒閉上鏡。加油團啦！係啊。好，兩組都準備好勢，現場馬上倒數，3、2、1，唱開始。好，看開始哦。好，我覺得俊奎哥感覺非常會做菜。我哋也看到你嘅閨蜜姐啊，也留嘅做下呢，一個一個拿出來。係啊。我在跳跳我攏講嘛。好。跳講乜嘅？講嘛？我第一擺做了就做好呢，我唔會種了呢。我跳擺有學過嗎？哦，清河是東河是。有學過。海淺清河是。哎，我們的俊奎哥他懂曬數哎。他數腳凍腳哦。凍腳，是不是？
你是不是在家里面演练这个场景100遍了？我今天看到这个菜，我有一点晕头了。那如果是柚子嘞？如果是柚子的话，我直接投降。 OK， 那就还好。我就不玩了，我玩不下去了。直接转当玩不下去，玩不下去，因为太可怕了，怎么会有这么高难度的挑战呢？跟老大家讲，刚才讲去做导游哦，他最远去到西藏过。来西藏，黑猫，哦，西藏对去过，西藏去过，很厉害呢。大概中国大陆大概去了25个省份哈。哇，好，我们等一下勾兜转来，你们先准备一下啊。好，谢谢。哇，你就那个。两片吼，手都下讲养一版呢。哎呀，哎，对啊，你个下工咧，已经哦处理好了哦的哦。对，米酒，那个ram然所以我先绕去腥录一下。对对，按讲为下 Q 啊。俺问家下灌甜问题咯，就是刚刚师傅有讲说，我们芙蓉啊，有些又分软拍，又分软风，你就分吗？冇，冇分。我们就全蛋，对不对全蛋？但是蛋壳有挑出来，有，那个这样子，我可能是留蛋壳啦。哦，是的。蛋壳要口感哦。但是我看他们有准备牛奶呢。增加它的口感。哦，你俩罐哈，等一下就出示腾熊哎，拍了走在用。哦好。想一下要在哪里用。好。没有用也没关系，我总是找几个放心的，对不对 OK。挑白做嘛挑路啊。我哋读册的。皮肤盖种的，皮肤盖房子那种啊。啊，佢哋做土木的。好厉害。对，因为挑工哟。皮肤长在心机啊。做工的。长在心机。哦，一定要系照先落起毛加油哦。对不对？我们先照炒。我们在加油嘿。好，我们先过去，等下勾兜转来哦哈。等下还有煮水佛哦。哎，好 OK。俊哥哥，哇，好漂亮哦！哦。哎，真的很漂亮哎。应该挑夫呢。对啊。嫩那哟。俊哥哥，你不用厨师帮我吧？目前还不需要。对。做导游有点小浪费哦。哎，好厉害！你会走出事哦。对米基，你找对队友来了。冲！俺就在看你们煮出来在他们来。好。哎，我觉得很厉害耶。这个呢，开始哈。所以芙蓉的油要多一点是吗？它是要做成像雪白一样的画面这样子。哦，狗肉还要走吗？该？它要加一点点的这个清油，先把这些先爆香一下哈。哦。俊哥哥，黑豆腐卡每天都会煮吗？没有，在家里轮不到我下厨房。太太总会煮。对，家里我没有在厨房，我没有发言权。所以你都在模拟。都是老婆大人。在客厅模拟，他模拟这100遍。然后我在旁边就是当小弟。说老婆说这个拿过来，我就拿过去。那个不要你就拿走。以后想煮的时候就来我们这里煮。手痒的时候打电话报名。我又想煮了。这个我只是想要稍微煸一下了哈，把它煸香，要不然它有那个生味。我们桂梅姐都会做嘛？你在我们就稍微煸一下手工艺吗？炒个爆锅呛，等一下弄一下酒嘛。加一点点米酒，然后让它能够去腥了哈，我们就穿烫一下就好了哈。哦，穿烫一下。我那捅一下就好了哦。我觉得我们这组很厉害。对啊，你们知道有厨师帮我的那个？我觉得厨师帮自己就好，因为给出都有哎，你帮自己就好。等下关键的时候一定会请你们出来帮忙。好，其实这个呢穿烫一下就好了，因为等下我们还要再下锅再煮哈。哦，还要二次？对，要不然它太老了。哦，你说哪一位现场的？没有，那一定是我自己哈。这个老是我的专有名词。好会讲话哦。所以看起来两片都不是用到该出示腾讯来啊。好，我们就先过去，我们这边刚才已经非常大局已定了哦。谢谢。哦，用哦。出事腾讯来。好。好，现在呛玛莎。会呛玛莎。当然是鲜肉。哇，来。开始的吼，蓝水吼，200斤斤又厉害，赞。如果说这一道料理成立的话，开心卡不卡 U 哎，总算有出路了。每个人家里面都有柚子吧？好，现在呛玛莎。会呛玛莎。当然是鲜肉。哇，来。啊，举四福来。其实我马兵哥也很年轻。对，莫还用讲机。好来。来记，开始。哦，电他料老酒都会煎，哦，电他煎。好。
我擋住我，我擋住。熱生煙座，熱生煙座，可以做啊。你要跟牛呢？好，你老。师傅做就好了啦，我们不用做。誒，牛奶我加落去吼。哦，酸條不易煸，哦，上来了。酸條不易煸，誒，你個蝦菌你咪就有去腸泥咧吼。哦，有。太白啦。嗯。好不易煸。哦，铲子来。好，温度呢？做唔得跳高。哦。慢慢用推開，哦，用推開。你大概它就按用嫩開嘞，哦，不易慢慢推。好，温度呢160，好，慢慢推。啊，按加咯。 5、7、3、你要煎後呢，還用老氣，1，還用就做的。好，你啊，對。用點子沙丁來送。好，冇事嘅熟嘅咯。要同一個方向，還用。我有熟嘅咯。再加落去嗎？並且注意哦，唔可以變熟嘅咯。係啊。好了，好。還有香菇。香菇。哎，我們這邊也差不多了。會好咧哦。那我們就來倒數嘍。天蟲馬上倒數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，馬上就來試試看那鐵觀一個蒲蓉蝦仁來做較針的哦。鐵觀呢係蒲蓉蝦仁，睇起嚟有好多樣嚟做一個蒲蓉喎，做老幾粒亂標落去，咩做的蛋腸係用亂腸的部分，先來試試看那風吹，大家一起來試試看哦。天哪，哎，你個做飯呢，做到當好食嘞，當 Q，而且我們的蒲蓉呢，咩做到當嫩當油，味道也調得很棒。玉米雞，你做到用版？好的冇暗鹹。當真的，那你懂真的，因為好的你有姐夫在。錯，唔會講，你要擺好的自從煮。俊奎哥，你自用版呢？因為從來沒有煮過這樣子的料理，而且第一次看到竹花這麼大，有點嚇到。可是你表現的要吃出來很棒，很好吃。都是因為有師傅跟美麗的主持人在這裡，信心就增強。你看我們的多謙虛啊，師傅。這要加分，因為從頭到尾我們也沒有用廚師幫我啊，對不對？真勁好食。係啊，我試到冇簡單的咧，鐵白炒到咧種係海鮮，基本我唔是看過啊，唔是你大家都唔是。今天不是看過，我唔是看過。所以我想說，在對方我就聽基本嘢，嘿嘿，打咧。結果又這樣失望。哦，在哪是地咧？係啊，哦，啊問下有啲哪些？你試到幾多表現到樣板？煮好我試過，很嫩，很好吃。那你做芙蓉嘅鳳是冇強蓉啦，記得是就用軟拍甜甜，好，但是全蛋的口內還香哦。冇想過，等下你可能是地咧。古代那個吃克拉斯做克拉斯的。今日咧是看下南翠的一片蝦講嘅芙蓉蝦仁。很嫩哦。你一片嘅蔥花口內下多嘅蔥香味凍香。係啊，比較凍誒。一樣是調得很嫩。哦，其實老貴啲咪亂不用落去嘅，各位牙牛嫩落去，所以整個呢蛋非常非常的滑順。下公咩處理都當好，唔會試到嗰種腸泥的程度。桂米雞你做用版？有冇食到已經昂頭去？我剛剛像媽媽煮嘅樣誒，好食。俊奎哥，你做用版？這個滑蛋蝦仁哈，它的那個蝦仁處理得非常的好，而且吃起來有那個鮮甜的味道，蛋的那個調料呢也非常的滑口，覺得這道菜很棒。我覺得吼南水吼禮拜真緊又厲害，讚讚，因為芙蓉啊基本上是嫩嫩啊，所以真緊要感謝一下家下阿朱師傅啦，你聽手。我只有兩師傅，佢年紀可能讓15歲，佢顧從因為5、60歲老師傅非常的感佩，其實。有點哪真去到咧？不會講，他太興奮了。係啊，我覺得吼已經表現到凍好咧。我等一下吼都在師傅按樣版評分咧，大家來看哦。緊張的時間馬上就要到誒，現在請阿尊炳師傅搶本數。耶！什麼？好，等一下搶10多歲的阿菊師傅搶本副主。哦，平手，尊炳師傅搶本勵志高一下。好，呢個因
主要来看遐主食材部分，两片表现遐芙蓉的本村意喉，号称日的华部分村做意喉，最主要就遐主的部分哦，其实动单处理甲有老解了，你个了有处理到意强啊。遐倒没有到意喉，但是政策就可能甲伊都来料理个虾仁的时间的部分，哦可能它变好熟咧。好熟，口感是摸按喉啦，然后两片比起来啦，实在来口感特色好突出样因啦。其实两片是做得动哦，哎，谢谢。好，阿举师傅来讲看。哦，两片呢都做到冻好先吼，啊，硬要分蓝腿两片呢，迄硬就是到个那个蛋啊，冻饭溜按个口感，冻香冻好身。啊，不过有一点做得个应该提防迄个香菇啊，细菇呢就香味就无较重咧，直接呢样切好。你落去煎，用个香味刚好表现。因为底下香菇可能都有温室啦，所以必须一冻强力啦。嘿哦。嘿，那用个煎锅会较香，啊，不过酸条个香味就出来。好，那凤腿两片面，那冻好时有个口感，冻香个豆腐个香味，啊，不过两片都做到冻好，挨就分蓝队样用，感谢。两组都个个得到一分，唔过剩下来难嘅来哦，因为阿准备师傅出到嘅系油嘅啦，到底有嘅培用油嘅，我用嘅表现呢，马上交分，阿你嘅准备师傅。睇下上到哦，有嘅油嘅到底你会拿来做出来呢？开始加油，老鸭嘅油会拿来煮个料理冇？冇，没有哈。是。一般来讲做磨一下多啦。对呀。走，师傅咁正经做的。做对了，其实像这水果类，应该搭配在我们的料理里面。你看有像凤梨、热菜这些台下子，唔会感觉很奇怪，就糖醋料理啊，什么都会加凤梨啊，还差不多。所以油是像酸甜，你可以上个取代其他的水果做的，嘿。哦，这里的部分加上条，好，你看，甚至师傅又讲到咧，有人喺咧痛抢，之前我切的时候嘞，薄薄的时候嘞，后面一下一煎，好薄薄，它一煎是做的嘞，因为狗水的时，其实香味是好摸出来。如果说这一道料理成立的话，开心搞不开 U 总算有出路了。每个人家里面都有柚子吧？每次都是一大箱，大箱这些多吹。莫你葱有没有切葱丝啊？第二个摆盘呢？哦，所以该下咱除了风水系炒落去，师傅会拿来做摆盘。哦，因为刚才闺蜜记有讲到，她说，因为她做料理呢，就是把全部葱放下去就好。哦，快脆没黑？你只要不要整根放下去就好。担心你整根吗？师傅，我刚刚突然想到一个问题，因为刚下风水系用乱拍甜，那你都刚下冇加牛奶哈？没有加牛奶，没有。我没有加。那通常这样子，只有卵清的话可以加牛奶吗？可以啊，也可以哦。对，因为甜是会好拍，什么好酱啊，甜就好嫩。比较白，比较嫩。比较嫩。要讲到牛奶，应该是乱拍的白度。这种比例有正差吗？有啊，有正差，可能可能1比2，等于大概有下多。拢好多啊，牛奶啊，从豆子磨下就见的呀，便利调味染猪脚粉。哦，系到猪脚粉，铺水挑梅嘞。铺水挑梅。卢师傅，你那个打那个蛋清哈，它那个起那个蛋就是会泡泡。对，如果说你拿掉跟不拿掉有什么差别？其实我们用炒的就没有什么差别。对，用蒸的，用蒸的话就会有差别。炒的话，其实等下我们在拨动之后，还是会那个就把它处理掉了。对哦。那给我一乱掉色的。用中汤而已。大家看一下，蛋白跟蛋清两个用上。对。卵蒸准备好嘞，好，我一定是讲菇的本来先炒，好照炒。不是不用油了会炒啊？不是，我跟你聊到，喂，主厨帮我哈，卵盘的先来炒啦。老酒吗？老酒。刚才蓝队会得分，就是因为蛋炒得好，也就是甚至师傅炒得好。我想到了，因为你要偏加油嘛，加是放做，应该还讲奶油。没错的，奶油没错，其实梅头就会好香，但是奶迄个会好容易出火辣，后面好注意。你看你要炒灶嘞，
哦，很有sau嘞哦，哎，你要再用一点油来变香，这个时候才放。哦，这个时候加油。难怪跳阿母变因为一开始冰威发会被它吸走。哎，对，哇，好香哦！哇，庆雄哎，从那里所以桂梅姐，这时候葱白跟葱青分开放的道理就在这里。哎呦，我弟弟，你下次不要再整根放下去，你要拜来修的对对对，它是那阿举师傅哈，一怂一乱的时间，一顺向人家方向。哎，好油，俊奎哥算是我们这一季最认真的学生了。哎呀，油会变红哈。哎油头呀，不给香梅出来。好，我们柚子压它不用 low key 哦哈。因为油的地不会毒就香粉，一炒以后哈，它会更，它有个那个焦糖焦的那种。哎，香梅。好漂亮哦！特别。家里的这么多柚子有地方去了。哎，昨天妈做的好诶，对啊，你愈吹都就这个油会蛮喜欢的。师傅压该做在哪油为了煎嫩嘛？没做对啦。直接搅到蛋里面煎。搅到蛋里面煎，嘿，我现在就是要搅到蛋里面煎。哦，不出哈，好大一点哦。哦。哎，好厉害哦！所以就听我讲，你要乱风下风诶。嘿，这样这样啊。所以观众朋友，我后期了哦，这个做法我觉得很棒。喂，可是我们还没吃到。对，视觉上目前大家又健康又快乐又美丽。这个其实是我们老公教的，先生教的。你是教她老公吗？不是，不是我老公，是她老公教的。是我老公啊。到底是谁的老公？大家不用误会，跟我没关系。好像云朵。哎，等下会做一下像个假的荷包蛋做转移样音。哦。哎。哦。所以中间白的外面。所以李亚塔师傅是又靠余温啊，余温嘿。我按台风。俊斌师傅真的没有任何食材可以难倒他的。哎呀，其实这整道都算素食呢。哎，乱有葱算吗？葱唔系。哇，5星级的呢，有点期待了。你要请四行嗰种嘅水果做菜，对，做亮点呀，条例，哇，而且当令当季啊，好像个艺术品，真的太棒了，好像在作画哈。对，好地嘅，油儿係半支手度，该好地咯，係啊，好地咯，快晒咯，好，好，芙蓉柚子，那你们去后生喽。我刚刚呢，鲁师傅都会做料理的时间，董秋都会变起水一样，做魔术一样，变魔术一样。买一般太强魔术都因为这个按钮了做变化，而且乱趴老乱蹦，很多的有层次的变化。我话不多说，因为大家都一定很想吃吃看。太强了，吃吃看呐。哇，好吃。哦，3+10。动漫中哦，好好吃哦！最主要大家很关心呀，跟油味到底度，它会有点爆开来，不吃，它有点酸甜味道。真嘅浓站的，闺蜜记，你知道牛版，你是不是想续碗？系错啊，我来一碗好咧，变好吃。按边专去做的龙还不下油的，按用做。我吃周坤呐，全部有福度的。对，感谢我福度会撸出来的。俊奎哥有实际在做料理的，人家都看你跟你尝到，你觉得如何呢？我现在只有一个感觉，可不可以给我一碗白饭？哦，实在是太棒了，对，想象不到，竟然柚子，我们的文旦。竟然可以做出这么美味的料理，佩服！谢谢师傅。俊奎哥，number啊，你如果带着游客去到国外玩的时候，可以把这一道台湾料理一定要带出去跟人家分享，一定要，因为大家一定没有想过可以做芙蓉柚子。谢谢，这个我一定会做这个事情。好，啊，今日当手客服啊，新闻俩客家田时代本来忌讳，尤其今日的陆师傅做的料理啊，好食。今天的干面就是俩几位哦，是低脂，然后又高纤啊，非常的健康。相信大家转移食疗以后，又健康又美丽。那牛莲哪真取得师傅种？好了，师傅做啊呢，柚子滑蛋好好吃哦，色香味俱全。那你没有祝大家怎样？
大家又健康又快乐又美丽。我因为俩头才除了冲而之外啊，没系选择再菜。问一下我们的素食小天王。哦，整件迄冻好食有两种嘅口感，一种迄蛋白嘅滑溜嘅滑滑嘅口感，还有嘅老俩润凤，个香味种出来。对。唔过呢，了个润凤个香味同像个蟹黄，因为了个文旦啊，佮有个纯甜味，有个鲜嘅味道，哦，搭配起来冻好食。真的是太棒了，而且大家都第一个都要嘅半夜班的时间，家家户户都有青豆的优惠，给各位朋友们来做一个参考。好，非常感谢师傅，大家都很敬业。不过头前1比1咯，马上就有金行最杯米馆的挑战。做下国家料，腔酿日出料理，大家都会注目腔酿嘅料理方式。两嘴爱伫寒天嘅时间度，发挥自家嘅好手艺，完成具体嘅菜色。到底两嘴会调出乜嘅澎湃料理呢？一家之主等于腔下国家料咯。好，俩罐吼，先本大家吼团一扎吼。冷豆球，俩数目是地位度吼，哪一只对客人来讲吼，下吉香。它吉祥哦。冷豆球。我觉得是九。哎呦。为什么你知道吗？九层塔，苋菜九层半。哎呦。哦，这些我是从食物里面来看。虽然我也是知道脚本啦，但是我觉得它是有根据的。你应该还冇讲之前，应该想哦，我要果然係高學歷哦，咁咪讀按多數。因為對客人來講吼，你有隻風俗啊，係重九，譬如我剛才講9000版啊，九層塔，它就有某個節日99重陽節。因為9在你華人世界的地位度哦，其實是奇數，它就是奇數裡面最大嘅數目字，所以它是最吉祥的代表。那9跟那個9。冷豆球的球，然后冲球的球，咪系強扎絲。它就客人後最好食乜嘅韭菜。哦，快菜。快菜韭菜，咪係強飲。所以客家人哦，凍好食韭菜，咪係要該來年呐。沒錯沒錯，其實呢快菜非常有人很叫做韭菜哦。對你來講係個凍好嘅一種強菜，上時擺牙嘅時間咪會用牙嘅哦。不過咁樣嘅題目就係快菜。哇！到底用下快菜入邊嘛料理呢？風吹帶來嘅菜名都乜嘅咧？就愛海陸雙皮。就愛海陸雙皮，其實很用心用這個韭菜的韭，就愛海陸雙拼。這道料理有乜嘅特色可以小小跟大家透露一下？你係愛自從最沾到嘅素露菜。真的，姑嫂底下出菜是俊輝跟楊富凱家餸菜家常菜嗎？家餸菜，大拜去家不卡重複會煮了，不愛留色。如果有好朋友來到家裡，我們通常就是熱情接待。所以記得有兩頭菜，有海也有陸，對，可以先提點嗎？半龍半魚，半龍半魚是不是？愛講菜又愛講點，我們透露到這邊就好了，不然等下被學走。哦，風吹有信心嗎？有，加油哦！加油加油！我談看下攬出嚟一票，記得福卡係韭菜料理，係乜嘅咧？韭菜吐司羹，哎呦，韭菜係自家種嘅，鹹菜係自家滷嘅，個最重要係頭牙係自家翕嘅，嘿嘿。哎呦，對啊，因為自家翕嘅頭牙是嘅，完全冇嗰種係漂白水嘅梅頭吼，非常係鮮甜，它有嘅脆度。所以按樣談起來哦，你一片就係下點心。我咪係要韭菜嘅這個特色。好，等一下最尾一關嘅哦，台上的哦，有信心嗎？有破音，很好，突破雲霄啦！兩組都已經準備好勢，現場馬上倒數3、2、1，唱開始！哇，這個鹹油有些滷過係嗎？這醃過的，醃過的哈，裡面還加了一些這個茴香。哎呦，我們先煎一下，煎熟了以後呢，我們再來做蓋皮呢，皮膜先落去哦。它皮那一面要不要先？也要煎，兩邊都要煎哈。哦，因為我們有加油了啦。哦，加油！所以我們就加油。而且這是土雞。哎呦，對，它的顏色很漂亮。對。那我們海鮮的部分呢？海鮮的部分呢，我們這次是採用我們海邊的這個透 Q 啊，就是透 Q 啊，然後把它做花枝哈，把它切花。了不起了，我們桂梅姐現在在處理快菜哦，她要把它分開哦。戳，我來分開來。所以該地北毒該還有入茴香之外，還有嘛該？還有加一點鹽，我要酒。要酒。
你要直接喝吗？没有，我要稍微穿烫一下哈，穿烫一下。好，我们等下多多正来哈。谢谢，好，注意火候。好。你两片吼，唔但抢就韭菜嘅香音最好食啦，你鹹菜咩？对，等下玉莲姐，哎，鹹菜我記得它要有油哎。没，我家也水分煸下嚟，先煸個糟也糟对啊，也跟小米空出来哈，的原理是一样的。咱不用油，咱煸个那酸头，哦，米丝给煸出来。好好。对，那是卢叔叔教的。你们的吐司怎么有点像那个其实是我们老公教的，先生教的。你是叫她老公吗？不是，是我老公，是她老公，她老公啊，是我老公啊。到底是谁的老公？大家不用误会，跟我没关系。大哥教我们，因为他们小时候也是大厨师哦。先照炒诶，对，好大家当油啊。讲到重点嘞，手牛阿仔跟他忙小改的。你是开什么店的？你们猜猜看，做面包。哎呦，为什么你刚有看到呀？所以你要给面吐司。对，今天你要汤种吐司，我去干，我偷干做诶。因为看就低嘞。啊？为什么？我不知道，一个直觉。哦，直觉。我们关艺里没有人是他的，不是，因为我们已经快45年嘞。哇，45年了。退休了系啊。所以佢阿老公係負責做胖，我佢負責係收錢偷工用。哎呀，今天梦运秀前偷干什东西？对啊，用个啥？用几个办啊？全部我们时间。在哪边？我要去搬。哦，冠军甘前寺旁边。啊，所以今天两头出来係吐司嘛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所以我们是做甜的吗？还是？以鹹菜啦、韭菜為主啦，所以有點點鹹蒜。是不是有一些像跟燉餅啊？對，有一點那個概念。你看就鹹菜，它就提條粉。對，就是有甘菜概念，鹹甜。潤餅的嗰種感覺哦。對，那個概念。你凍澎湃。所以加下蒜頭就加落去了啊，就加油嘞。那蒜頭可能照冇加油會腐蝕。好，我們先過去，等下溝通上來。好。我先把这个料理先准备一下哈。我们的碟壁剪都很强哦。电豆就都有种那种腌楚名哎，山猪肉、石板烤肉。哎，我今天用的是一个大的鸡腿肉。用太少嘅碟壁用了剪啦，较好食，较有用。哦，地北度它就保存在我个丰润润呢。所以我们大家会再炒。帮我开个火好了。好。煎到半熟样音的，切的。才不会过老。我们的调味有会贴片用来调咪嘛。在塞布内啊抓的一些海鲜的东西，我们做了一个特殊的这个酱。哎呦，师傅可以闻一下海鲜酱啊，做一个铺底，我把它当成底一样哈。你要知道，这个是受到刚才卢师傅的启发。你諗隨時風水要買偏價嚟。喺遲到呢度，就攞伊講嘅感覺。我们的调味有会贴片用来调咪嘛。我们做了一个特殊的这个酱。哎呦，师傅可以闻一下海鲜酱啊，它是用我们自己石斛里面所抓到的这些海鲜，因为就是实在地嘛。然后呢，吃当季，有些什么东西我们就用一些什么东西。我觉得你们要直接给我们得第一名了吗？对呀，我们这连酱料都去亚洲哎。你每就到个海客文化园区走举贡啊，也系。对，我在那边也担任导览的工作哈，欢迎大家可以来这个石斛啊，共同来体验一下。那地方是一个很棒的地方哈。这个鸡肉的部分呢，我就先把它给我们先吃。哎，对。酱料拿过来沾一下酱啊。激掉。哇，还有海鲜酱。主角是快餐。懂好色了，懂好色。不要忘记快餐。好，那现在呢，我就要炒一下我们今天的主菜哈。主角哎。把我们的主角呢，韭菜就给下来了。哇。它的头抽掉了。好，就用这个煎过的这个鸡腿的这个油哈，就不要浪费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把韭菜就下来了。哦。然后调料的部分呢，基本上也就是一点点的盐，就可以了，什么都不用加。我加水哦，加一点点就可以了。哦。可是韭菜的好朋友是不是米酒啊？哎，对，谢谢明珠提醒了我哈，等一下我要加一点点。我还以为是香菇老哈米哎。哎，你讲的是韩半燕。好，那韭菜的部分也不能炒得太熟哈。哦。这个部分呢，我们就可以拿来
我不会跟其他的料做一个铺底混搭我把它当成底一样哈。你要知这个是受道哦，到刚才卢师傅的启发。我跟大家解释一下，你们千万不要觉得这样不会吸到韭菜的香气好，它等下会吸在一起。而且它有留那个韭菜的梗。 OK， 对，这给我它给。我炒。亚岛毕业还要用快吹广好来煸出香气，对不对？嘿，所以用快脆广，然后所以我们还是会混合把味道的。其他条给用。那我放心了，我们就这边已经赢定了。好，下来喽。好，水过来，水在那。来，哦，我把落去到建议落是直接四十度的呢，哦，还有电哦，他来料理过。电过下香啦哈。对啊，所以cái地肥度包的东西，เรา睇下講一下好咧我。来聊下嘿，你客家咸菜即家卤的，韩国韭菜即家种的。韭菜可能下豆的哦，他们会分主角配角哦。哦，是哦，好，OK，好多掉。底肚还有不用反挑吗？哦，哎呀，演习耶，有演习耶我就觉得很棒了啦。cái thịt豆腐係要加湯嘅哦。哦，撈啲啲時總都撈條豆啊。来，我们先倒數了好哦，天草马上倒數是，9、8、7、6、5、7、3、2、1，時間都到。馬上出嚟試試看啊，用快脆變脆料理嚟做開針對咧。好，了解快脆表現啊，看兩組咩動針對，先來試試看啊，因為你風吹來自己心部，所以要讓大家吃到就是這個就愛海陸雙拼。好，睇起來試試看啊。哦，緊緊動向，因為該下蓋比哈就現入口，所以真的有那種異國香味啊，極好吃。其實我是一個不大喜歡吃快脆飲，但是大哥呢，給大家都會炒快脆時間，他有吸了剛才給有給皮的那種味道，所以就唔會有這種快脆，你比較害怕這種爽爽的米頭，非常好吃哎。我吃到做的含一上墨酒的向下食，真好嘅都不卡斷的這嘛。從安用食來，了做本人飲下來，見光花，見食啊順沙個啉墨酒安用。俊奎哥，你吃到牛斑嘞？自己種的菜，自己養的雞，還有呢，這裡面加了一個神秘的料理，就是海鮮醬。啊，對，給大家自己做海鮮醬，所以你們剛才知道那好的味道，覺得來自眼裡剔條的醬料，外面是吃不到的。哎呀，從該下嘅食嘅東西地肥度哈，緊緊嘅感受到哈，風水島那種海客文化哈，體現得非常的完整。好。any 咱隨對風水就買評價咧。喺吃到來到，就攞伊講嘅感覺。為啥會好記咧？滅到我炒落有10分香，可能吃甲肉嘅解啊，嗰種嘅口感當酒是當好食。哦，牛鏈啊，真吃到咧。伊個上面淡嘅香哦，迄快脆上面嘛有香。好，了下來完成咱隨了片嘅韭菜吐司件。那底對米頭這件事有像是潤餅料一樣，因為有個鹽鮮反正嘛，好吃，而且兩個小胖還吃咖做味哦。南北是在個嘛做的用做，做的用胖，然後一點點仲係跳牙，對跳牙嘛，跳牙鹹菜、快脆，哎呦哦，鹽絲，哎呦蠻多的，龍港米。吃素的話，吃這個很滿足啊，非常棒，很滿足，非常棒。其實我是一個麵包控。吃到麵包以後，心情就不知道為什麼就很安定，就穩定下來。可是我沒想到可以跟韭菜那麼搭，哦，這非常好，謝謝。我覺得俊奎哥抹黑住此料理節目有點可惜。對啊，真的。你那個特調的這個海鮮醬可以借他們，他們可以放進去。我們可以互相合作一下。對，因為邊州有那個一種層次。做得。我去到吼，撈韭菜包落去哦，係其實當聰明嘅做法，因為吼你。每一口哈，全部學到韭菜的香味。對，韓國鹹菜。哎，錯，它就因為哈，剛才大強學到，可能哈冇飽足感，冇加上嘅湯種，除了個牛奶那個香氣凍夠之外，就是那個心靈的滿足，有澱粉，好食。對，所以是的，唔是我袂賣早餐嘞，還用是做咧凍包嘞，凍多久嘞？客家人勤儉吶，家裡的晚上的有的時候就已經煮好了啊。剩的就早上拿來包一包就可以吃了。對，就是把食物善用就對了。對啊，珍惜食物。係啊，韓國因為湯總係阿姐自家做的，所以他對這個食材的體現係特別了解。用電嚟煮以後，它那個焦香會完全出來。我等一下師傅去用慢拼飯呢，給你看哦。今早嘅時間馬上就會到位，先來請你啊，準備師傅搶本分數。
哦，蓝水就是。哦，等下问阿菊师傅全部分数。哇，抢手！好开心，阿尊比师傅抢子高。然后面其实哦，表现出这个对料理啊，这个大这个秘密武器村以后啦，但是两片好口应该酱料抹下以后，叫揪出来咧，都炒伊落个香味吼，感觉是变到本块落的感觉样子啦。其实你跪下开始炒之后咧，跪下开始炒，其实唔会讲变到两红东西的感觉样子。啊，两片吼，去落遐吃了还会饱啊吼。其实个螺丝冻上跳有讲到咧润饼的部分，香啊，了你做他们配合下，还有一只冻上来你香菜捞个提条份的香味。为了要知道了的，好贵下料香味才会带出来样子。好，换阿菊师傅的公平。哦，俺要本凤腿两片呢，迄而家炒个韭菜啊，个香味就用出来，就蒜头啦、韭菜那个香味就出来。啊，唔过像个卢师傅讲嘅，做啲老艺术的个海鲜酱，落去炒一下，而家香味这样会结合在一起，哎样就会较香，会较好食。啊，蓝腿两片咩，乜都好食哦。啊，唔过就一丝丝的香糟咧，做啲老两个酱料呢，本佢煮到低度。啊，建起了，按用湿度底部个酱你就不会跳糟样。好，西蒙。好啦，两组呢都各得到1分，而且今天呢比赛是大圆满，马上出来颁奖嘞！耶！好，今天皆大欢喜，两组都系各得到2分，都系大头苗哦。先来恭喜凤水得到1000元的加菜金。哦，那款蓝色两片呢是2500克的加菜机。哦，恭喜恭喜！两组其实今日看到其他的做的料理哦，做的食材的好食。现在我们一海闺蜜季这是第2次参加了，自从叫我来参加，两摆心情鸳鸯版老太吃分享一下。两摆个心情，我妈感觉做安样来搞搞啊，不过呢，感觉两摆会收到很多的经验，要买用做菜。还有咧蓝队啊，自己跳下出流动，拢爱讲一句话。你讲吼，你拜吼，不要相见成仇哈。哦，对咯，你拜俺那都平数哦。阿姊，俺那都没有相见成仇，好朋友哦。相见恨晚，相见恨晚啊！好，真给迄度好参加节目，就是搞到好朋友，那不要够联络哦。好的，恭喜！交给俊奎哥跟大家分享一下。我客家话不太会讲，但是我很想用2句客家话来表现今天的心情。好，客家菜董后生。哇！参加客家的节目董后搞。哦，客家董后搞。谢谢。我看下蓝出两片没系动厉害哦，本来你学到有口福的讲好学的东西，啊，这老大家分享今日参加的感想。今日就是当紧张，因为报名的时间那个很深度配合的因，当本来上。水母水红也是拄到上学那个台师傅，去个水家拍档啊落太金嘿，所以佢今日嘛系人生第1次提白种田戏，哎，提白种田戏，哦，当紧张真的，你段俊你都好手菜吼，也系欢迎大家有喊来段俊来聊，我要做最好的向导，做得吗？做得，恭喜恭喜！恭喜！今天的冠军吼最有名诶，我改下吼就听老几吼挺盖乱讲的，真的很棒。啊，有点哪些哦，今天还提去白送天喜哦。对啊，哦，我今天收获很多哦，有底下呢。有人有做菜，有人冇的吼，收获满满。对啊，我们收获是1500万，不是1500，1500万是不是？哦，制作预算拉这么高吗？哇，恭喜恭喜！好，今日两组呢都真嘅係表現到10分嘅戰鬥，含加老七個故鄉嘅特色，被老給拿出來了，大家分享。還有家裡面作為按多年的小胖也拿來節目當中分享，我覺得這是最棒的。老七個不開 MC 呢，電出了本台卡丁。係啊，所以你要喊電馬嘅呢，給佢打天發報名哦。依家資助等到你 Q 下來挑戰分享楊富卡嘅後面戲，和你拜再見，拜拜，拜拜拜拜。